我叫阿多拉，托曼的亲妹妹。我是水晶城堡的保护者。这是顺风马，我的坐骑。有一天，我获得了奇迹般的秘密。当我抽出剑说道：“赐予我力量吧！”人知道我变成希瑞的秘密，他们是希望之光、拉兹夫人和科尔。我和起军的朋友们一起为解救以西利亚与罪恶的霍达克进行着战斗。